今仔日6月16是世界海龟日，澎湖的龙鱼局早起伫马竞市的海沙堡有野放13只救治复原的海龟，其中一只海龟身躯顶阁有装卫星发报器，要来记录海龟的生态甲活动。县府嘛有招真侪学生囡仔到场做伙来看野放，要促进海洋的教育。 海巡人员做伙扛水桶到沙堡，桶内有装发报器的海龟，用湿布盖起来，等待灯会大海。因应世界海龟日，澎湖县府会海保署这单位16早起伫马竞市xử理沙堡，野放今年救护收容的13只海龟。 对加油声，青石龟慢慢行向大海。12只青石龟甲1只草干仔龟，拢是因为天气甲健康条件无好，这因素掉伫海沙堡，互人救起来。经过评估，已经符合野放标准。其中草干仔龟是台湾头一只装设卫星发报器的草干仔龟。 过往是没有野放过蓝鳍龟，那这次特别装了发报器，记录它未来的生态跟洄游生态。那也希望我们野放的海龟可以再回到澎湖来产卵，那产下更多的下一代。那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永续发展，包括让小朋友更多的海洋教育机会。 县政府邀请将近100学生囡仔到沙堡看野放，世界敢若剩7种海龟，伫台湾海峡就会当看到5种。澎湖是青石龟重要的生卵地之一，也是研究甲保育海龟的所在。囡仔做伙参加野放，互保育的观念记在心，希望因嘛当做伙为海洋永续来拍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